哦，那番薯可以长那么大，哎，创意的良田，菇哎，香菇还是什么草菇？你看那个是深色的，日本时代有深色，神社遗迹耶。原来在这个盐水国小的东南角落，盐水国小东南角落有神社的，竟然有国小神社，竟然的国小神社遗迹，杭州湖。